这群由随学青年所组成的慢慢舞团，伫知名饮料公司的支持，愈来愈有模有样，亦因一摆搁一摆辛苦练习的舞步，阵容幼儿园演出，并且甲大家互动，除了为身心障碍平权来发声，嘛希望推广友善环境，还是尊重甲包容。那透过舞剧的方式，叫做3+1 CRPD 剧团。那这个剧团的部分，主要是诉求友善跟身心障碍平权。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有很多友善跟平权的观念是要从小就要开始建构的，让我们的青年有机会来为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来介绍不一样的朋友跟一样的平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摆剧团来到台南市政府观光假日的非营利幼儿园，透过动画故事的主角，让大家接受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所在，嘛互儿童感受因的勇气甲坚持。那我们社会中本来就存在着说多元的族群，还有多元的文化。然后我们园所当然是希望让小朋友可以在从小就接触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去学习尊重彼此的差异，然后让他们也可以具备有关怀或尊重，还有公平的品格，然后让这个社会可以更美好。为了让小朋友自细汉认识无共障碍身心障碍者，让大家伫人生路程成为彼此的帮助。透过无障碍设施的提供，正是让所有身障者得到公平参与学习的机会。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